生病，但是人有时候没有办法，总有生病的时候所以说今天也不知道我的这个配音大家满意不满意？感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息，也是感谢大家一直来对我们的支持。那么待会儿的时候，大家在门口不要拥挤，我们可能会让两位演员好好休息一下。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，好不好？